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咱搁这边来听伊的话。我有一个朋友伊对人实在是非常热诚。伊的热诚是表现伫咱台语讲“食好斗相报”这件代志。伊四界去食，若食到较特别的餐厅，也是食到较奇卡的物件，伊拢会尽伊的气力，想要介绍互别人。伊介绍的方法嘛真特别。毋是干那伊讲即间店伫倒位迄个间店有啥物款的特色，有啥物款的菜色，要安怎点菜差不多爱开偌济钱，伊毋是安尼尔。往往用的方法就是带阮做伙去食，然后一边食一边介绍，而且一定爱伊请客。所以阮即阵爱食的朋友，拢会感觉讲伊实在是非常热诚，而且也享受伊带互阮的好处。这个朋友互我去想到，如果咱若传福音，用这款的态度甲精神，我相信福音一定会真紧就传出去。我常常咧想，咱会当诚做基督徒，实在是一个真奇妙的恩典。我伫大学的时阵，才正式去接受到福音。当我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阵，我才发现讲。遮尔宝贵的一件代志，遮尔好的一个代志，进前为什么无人甲我讲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享受平安的恩典，会当享受喜乐的恩典。但是咱要明白，领受较济的人，咱的责任就较济。所以牧师今日要通过所读的圣经节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今日就传美好信息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愿学乐你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愿恳求你教阮三甲地地，保守阮的自执，互阮有安静甲较无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亲爱的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，会当互阮的生命得到造就，会当互阮的灵性得到复兴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将圣经的真理详述互阮，而且甲阮讲阮应当行的路，互阮的信心无抵到软弱，互阮的脚步无抵到野线。求主将圣神来充满阮。互阮会当伫基督耶稣内底去得到你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阮只是要领受你的话，求你帮助阮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首先来看今仔日经文的背景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《列王记下卷》的第7章，但是咱若要看这段经文，咱来先对第6章开始看。实际上，咱顶回有讲过这段经文。咱顶回讲到第6章的时阵，咱有提起到先知以利沙伫上帝帮忙的下面，互这个叙利亚来犯的军队，人拢目睭拢失明，然后伊就将伊引带到撒玛利亚城，靠因目睭会得看见。以色列王看到这阵叙利亚的军兵已经被伊掠起来。伊就问以利沙讲：“我敢是应该将因拢杀死？”以利沙来讲：“毋通，你爱互因食，互因啉，然后佮送因回去因的王的所在。”所以以色列王就照安尼去做，也因为因这种疼心的款待，互叙利亚国有几啊冬拢无搁再来攻击以色列国。但是过一段时间了。叙利亚王也是唔甘愿，也是派军队来包围整个撒玛利亚城。包围的日子一久，城内的粮食就用尽啊。圣经中间讲，当时阵城内的粮食欠缺，甚至一个驴的头要价值80块银啊，200公克的野葱也价值5个银啊。原本在这无值钱的物件，竟然一时仔就起价，物价有真大的波动。
甚至这个时阵，因为粮食欠少的缘故，伫城内发生一寡互人感觉无法度想象的情形。就是以色列王去出巡的时阵，有一个妇人人大话讲：“王啊，你也替我伸冤。”王就问这个妇人人讲：“你有啥物款艰苦的所在？”伊就回答讲：“伊就指定我一个妇人人讲，这个妇人人捌对我讲，先摕我的囝来食，因为大家拢真枵我。然后第二天较来食伊的囝。结果，阮就将我的囝摕出来煮来，大家做伙食。第二天了，我来讲应该轮到食伊的囝的时阵，伊竟然将伊的囝藏起来。以色列王听见着这个妇人人的话，当场就非常非常生气，佮悲伤，拆离伊的衫。伊讲：怎样有遮尔悲惨的代志？整个撒玛利亚的城的悲惨，毋是所需要的得袂到供应尔，是人的人格道德拢失去啊！竟然会让将家己的囝煮来食，搁要去煮别人的囝。所以以色列王这个时阵非常非常生气，伊就找以利沙，因为伊认为一切拢是以利沙所引起的。但是这个时阵，先对以利沙来讲，爱听上主所讲的话。明仔载这个时刻，伫撒玛利亚的市场顶面，你会当用1箍银仔买到3公斤上介好的小麦，甲6公斤的大麦。王心内想，怎有可能呢？即摆已经规个国家遐尼凄惨啊，绝对无可能发生啊！王边仔有一个军长，伊嘛毋相信，伊就大声讲：这无可能！点使上主拍开天顶的窗，降落我国嘛无可能。以利沙就指着这个军长讲：明仔载下在这个时阵，你要伫城门口看见。但是你一喙也食袂到，然后故事佮继续落去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。圣经中间逐咱讲，迄个时阵伫城门口有4个生大麻风的人。大麻风是迄个时代的一种绝症，无药物会当医治。这4个麻风的病人，因为惊去传染互别人，所以因被赶出城外去，爱靠着城内的人的救济，因才有粮食通好食。但是因这个时阵，城内的人拢强强要枵死啊，所以因自然而然袂通得到供应，所以因就彼此安尼讲：咱何必伫遮等死呢？咱如果若入去城内，城内有饥荒，咱嘛会枵死伫遐。咱伫遮等，咱嘛是等死。不如咱去对叙利亚的军队去投降。上届这伊是将咱杀死，嘛是死，嘛有可能因会了咱的命。所以天暗的时阵，因就出发往叙利亚的军营去。没想到到遐，竟然无看去半个人。原来是上帝和叙利亚的军队的人。突然间听到有大队军马甲战车的声音，因抓做是以色列王去搬救兵，去请赫人也是埃及人的军队来协助因攻打叙利亚，所以因惊到迄日的黄昏，因拢逃命走去，将因的长皮、将因的马、将因的驴、将因的食物拢留踮伫营内底。这生大麻风的这4个人，因来到营边，因看见无半个人，因就入去一个长瓶食啉，然后佮对这中间摕真济金银甲衫摕起来收的。但是一个长瓶摕过一个长瓶了，因突然间安尼想讲：咱无应该安尼做。咱今仔有即款的好消息，袂当无同人讲。如果咱听候到明仔载会再较讲，咱一定会受处罚。所以咱即马就去甲王的官员讲。所以这4个麻风病人，因就去到城门口，对半暝咧守城门的人，甲因讲因所看到的。因听到了嘛，毋相信，但是因为完将这个消息去报告王，
王就找遣使者去探看卖，使者回来报讲果然是安尼，所以这个时阵消息就传出去，规个撒玛利亚城的众人都拢冲出去叙利亚人的营地去遐摕这的食物、摕这的金银甲财宝回来，所以一时啊经济甲资源佮恢复啊，拄亲像上帝借着先知以利沙所讲的，迄个时阵伫撒玛利亚市场用一个银仔就当买到3公斤上盖好的小马，或者是6公斤的大马。王派这个军长去城门口指挥伊去特殊，但是因为人伤济，来来往往的人伤济，伊被打死伫迄个所在。拄亲像先知所讲的，伊亲目睭看见这个代志发生，但是即喙也食袂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这段经文的故事，互咱真好的信息。牧师要对4个方向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首先，咱来看，今日经文中间描述以色列人被叙利亚人包围，因规个城内底陷入这款的困境，无饭通食，整个经济体系崩去，人因为安尼失去了平安，甚至连人基本的尊严拢失了。人伫迄款的情形下面，那亲像伫黑暗中间找袂着光芒，找袂着出路。咱来想看，咱伫即个世代中间，伫咱的台湾跟全世界各地，即摆伫疫情的影响下面，敢是亲像当时阵一些人被这对着包围的情形差不多呢？咱嘛是人人拢伫惊吓，伫无平安的中间。当日一些人是被对敌所包围，咱今仔是被病毒所包围，而且毋是单单是实体的病毒，也有心灵的病毒在包围着咱。实际上，伫这段疫情的中间，咱看起着真济大多数的台湾人民，拢展现一流的公民素质。真济人拢配合政府的政策，互家己得到好的保护。其实这就是咱面对问题应该爱有的态度嘛。因为既然疫情已经发生，咱得用上介好的方式来保护家己、保护别人，无搁再互迄个灾情扩大。但是同时，我也看到真济人伫这个时阵游玩咧看衰台湾，一直咧游后骹。有的人无所不至批评，有的人无所不至埋怨，或者是无配合各种政策，甚至有乱传假消息。安尼做不但袂互家己得到好处，反倒当造成社会混乱，带互更较侪人无平安。咱若详细观察一下，若有啥物款的风吹草动，就马上引起一寡人的惊吓。所以咱这个时代实在是真无平安，就亲像经文中间迄个撒玛利亚城同款。咱等下经文继续来看，当撒玛利亚城陷入饥荒的时阵，这4个大麻风的病人，因为特别的情形，因去到叙利亚的军队的营地，看见到有真侪粮食，有真侪金银。所以，因一个张皮，搁一个张皮去摕，因满心欢喜，因为原本伫强强要无望啊，即摆竟然有遮尔侪食物，遮尔侪财物。这4个大麻风的病人，就亲像咱中间的每一个人同款。咱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伫即个无平安的世代中间，咱先去担着救恩、救赎的恩典，咱领受着真侪恩惠，明白啥货是真实的平安。好亲像麻风病人，伫无望中间看起光芒，伫黑暗中间去看起着光明，伫真侪歹消息中间去听着福音好消息。咱的信仰本身就是甲咱讲，这世间兼采有更较大的苦难，但是一个真正明白全能主宰的人，咱心中一定会充满对耶稣基督来的迄款的平安。这是真实的恩典，是世上一切势力所袂当互咱的。所以咱接续
看因得到这个稳定了，因安怎做？因即世个麻风病人食饱了，因突然间想到什么，就彼此安尼讲，咱无应该安尼做。咱有好消息，袂当无甲别人讲。如果咱听候到明仔载才讲，咱一定会受处罚。咱现在就去甲王个官员讲吧。即世个麻风病人，因是原本在受人排斥，可能真侪人看因袂起，无要甲因接近。但是因却发现一个真理，因讲，阮有好消息，袂当无甲别人讲。因本身认为家己享受太自私，应该将这款的好消息甲其他人分享。即世人原本的因为破病缘故被赶到城外口，但是如今因得救啊，但是却纪念遐个赶走因的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。今仔日咱得到救恩，咱明白真实的平安。咱心灵上已经得到帮助的人，咱爱去反省咱家己。兼讲咱一天过一天，一礼拜过一礼拜，一冬过一冬，拢是安尼吗？咱心中充满感恩，却毋知爱有所行动。兼讲咱得到供应，却无要遐心灵摇误的人报一声信息。兼讲咱比这四个得到大麻风的人，佫不如吗？咱心中领受上帝所授予咱真实的平安，却稳重起来，无要甲其他人分享嘛？咱应该爱详细想看卖，在咱一生的中间，咱兼无人分享过一遍平安的福音嘛？兼讲咱只是安尼嘛？咱看见着麻风病人，因讲如果听候到明仔载才讲，咱一定会受处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刻就是伫这个时刻，就是应该传平安福音的时刻。咱会当享受平安喜乐的稳定。咱领受较侪人，就更加有较侪责任。那安尼，明仔做什么款的行动？特别伫疫情的这段中间，牧师有以下3项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做一个基督徒上界大的稳定，就是咱伫患难的中间，咱会当对上帝祈祷。所以，咱千万伫这个时刻，毋通忽略代祷的力量。咱应该用敬虔的心向上帝祈求，求上帝怜悯赐福。咱应该爱常常为世界、为国家、为着教会、为着真侪人、为着真侪代志来祈祷。这是咱基督徒会当做上界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二项，咱伫这个上界重要的危机时刻，咱爱去分享平安温暖的信息。伫这个时刻，我认为毋通做任何无建设性的批评。这个时刻是一个危机的时刻，是大家应该爱同心度过危机的时刻。所以，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就爱去做和平的使者，去宣扬平安温暖的信息。多亲像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同款，伊安尼讲：主啊，互我真做你和平的使者。伫万分的所在，也着仁爱；伫伤痕的所在，也着宽赦；伫怀疑的所在，也着信心；伫绝望的所在，也着仰望；伫黑暗的所在，也着光明；伫忧愁的所在，也着欢喜。爱趁这个时刻，咱才做和平的使者，咱较侪去分享平安、鼓励、温暖、感动人的信息。牧师常常会收到大家伫赖群组中间所传这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叫三顿请安的信息。有时嘛收到一寡笑话、一寡八卦，甚至我嘛收到一寡假消息。但这个时刻，不如咱做伙来分享一寡上帝话语中间鼓励人的话，做伙来分享教会牧师所传讲正向、仰望的话，也是影片。互一寡伫惊吓中间、伫心灵无平安的人，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。
这是咱会当做的第二件代志。第三个代志，咱嘛无应该伫即个时刻只用嘴讲平安尔，咱需要有关怀的行动。圣经雅各书安尼讲，恁中间有兄弟或者是姊妹，无通穿无通食，恁却对伊讲平安平安，愿你穿了烧食了饱，却无供应因所需要的，安尼有啥物款的路用？如果这段中间有人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真正需要救急的协助，咱就根据咱的能力，尽可能去帮助因去筹找一寡资源，也是分享一寡物资。我是感觉用实际物品取代金钱是比较较适合的方法。但总讲一句，咱得斟酌咱的能力，以及对方真正的需要，咱心甘情愿来分享。所以最后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代，咱应该爱看出上帝伫咱每一个温度心肠的使命，咱把握这个机会去宣扬、去分享，咱大家做伙加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恳求主，互阮听了后，也当照安尼去行，互阮领受利益，也互别人得到祝福。恳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